咱拄则看到迄个画面，无一定是发生伫台湾，要毋过刷来即个画面，就真是发生伫咧桃园。这是咧路的看到桃鸟，桃园路的看到桃鸟伫咧路的乱扫。北德区的兴丰路路口，一只桃鸟看起来足碰称，行伫咧车路中央，搁再走去快车道，含汽车伫咧比讲，啥物人骹手较紧，看到人，大家就拢紧张甲面啊绿色，就那甲画面铺上人面册，问讲到底是某咪人饲的桃鸟？即马即只桃鸟先互相关的人员甲伊安搭好势，但主人甲伊牵倒转去。当头白日，乃有一只刀鸟出现伫路的，一只刀鸟为边走出来，伫路的一直走，边仔的人拢看甲硬气，换一个角度来看更加清楚。倒位唔徛，偏偏啊要徛伫路中央，互人饲喇叭，佮走颠倒向，伫路的转来转去。后一个镜头佮伫内车道佮轿车比速度，用规身躯的气来一直冲，车路变作袂顺啊跑道，画面实在真好笑。代志就发生伫桃园市北德区的兴丰路路口，这的车真多，昨早起10点外，雄雄出现一只刀鸟，民众看到唔拿笑出来，嘛赶紧上人面册铺文，问讲是虾米人的刀鸟走出来啊，紧来带回去哦，若无就危险的。经派员前往，并未发现鸵鸟，经询问民众表示已被捕获，县政通知事主带回。警方赶过去的时阵，刀鸟早就无去啊。原来是有好心的人先甲带走，嘛已经通知主人来甲带回去啊。佮看一解，这个刀鸟伫路走的画面，也是同款，互人笑甲变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